你覺得地球點樣啊，夏特？博士講，佢自己啲研究係為咗下邊啲人生存。夏特，瑪利亞，我已經唔再知道咁多嘢啦。佢做乜嘢要創造我出嚟啊？我嘅存在嘅原因係乜嘢啊？我落去嗰度會搵到個答案。成班垃圾，唔好俾佢哋走啦啊！瑪利亞，求下你啊，夏特，為咗我，瑪利亞，為咗所有人喺嗰個星球裏面。Adios，音速小子夏特。我仲記得我應承咗佢啲乜嘢，為咗呢一個星球啲人，我應承你，我會報仇。